得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OK， 这样可以了，相信各位的能力。好 ，OK， 那我们第3首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会讲一首。啊，对啊，永恒，我们从前奏一起接一下。第3首永恒唯一的盼望，前奏。
主，我们感谢了你，主，我们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主，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伫恩惠、伫怜悯。主，我们从今仔日的礼拜全然交托伫你的身手，由你来引传。主，我们恳求你看顾、赏赐你的恩典，伫阮逐天的生活当中，互阮逐天得到重新的快乐，来荣耀你的名。阮献上阮的祈祷，安尼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伊用温柔的声叫我毋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稳定主爱做三头我梦。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飘我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世界宝血替我生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让我看到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疼。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求你成就我一生的引传。这是咱为着一寡事项，咱来祈祷。咱将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祈求。第一，为着咱家己受调，来成做上帝的子民，咱来献上咱的感谢。咱嘛要感谢上帝，逐工伫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日日来看顾保守。咱嘛来为着咱的罪，伫咱的神上帝面前来祈祷，也感谢上帝伫保守台湾伫疫情当中，会当保守咱台湾，拢会当经过一切波浪。咱为着这个事，咱开声三甲来祈祷。天主还是在能将自己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逐工来看顾保守。主啊，求你让我们主啊，阮这个当中，主啊，你让阮逐工过着节省的生活，阮逐工拢会当靠主你来节省。主啊，我们真心谢谢。主啊，感谢你，你将生命道路指示阮，伫你面前，阮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阮有永远的幸福。主啊，感谢你赐了话语伫阮的生命中间，佮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主啊，免求你帮助阮，紧紧来跟对你。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特别伫阮台湾陷入疫情的中间。主啊，你有缘看顾保守阮，互阮无得到真大的灾害。主啊，我们献上阮的感谢。主啊，我们将阮家己摆咧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引带保守，互阮日日来得到得胜的生活。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煞谢咱为着咱教会的同工牧区的同工，个咱团队，个为着三甲为着咱
教会中心灵忧伤、身体软弱的兄弟姊妹，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出声来祈祷。现在最后说，感谢你差派夏牧师、赵牧师甲姚路传道来到阮的当中。主啊，你互阮看见咱体验着得人，那得着鱼真侪人带着无同款的需要来寻求你。主啊，恳求你看顾保守因伫逐工的灵修，互因重新得到开力，身心灵拢得到健壮。主啊，我们也要三甲为着阮病痛中的兄弟、心神软弱的兄弟，献上阮的祈祷。我也恳求你医治的圣灵，甲因三甲基地、三甲同在。你互因伫病痛中，有人来感受到主你医治的大能，甲你的享受的平安、喜乐伫因当中。主啊，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刷着来，咱为着今仔日的敬拜献上阮的祈祷，特别今仔日是福音的主日，咱要呼求圣神临到每一个座位，互伫还未来到咱当中的兄弟姊妹，还是好朋友，拢会当快平安来到咱当中。咱为着今仔日的服侍，今仔日礼拜所有服侍者，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也特别为着今仔日的讲台，今仔日要分享的老溪谷院长来祈祷，恳求圣神甲老院长同在，互伊嘴来讲出的话，拢是有气力，有对着注意来的能力。咱将这事项献上咱的祈祷，咱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今仔是你所的。哈利路亚！我的主上帝，我们献上阮的感谢。今仔是你所定的日，主啊，我们来当中欢喜唱歌学了你。主啊，我们将今仔日的礼拜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主啊，特别恳求你的圣神，只是临到对每一个座位，互每一个座位拢充满你信心的能力，充满你喜乐的能力。主啊，互每一个座位中顶面的人，拢会当得到对你遐来的快乐，对你来的福气。主啊，我们特别为着还未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甲好朋友，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看顾保守因，互因有一路拢有平安快来阮当中，三甲来敬拜你。我若要上今仔日服侍当中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享受因教业的快乐，互因伫服侍当中来体验主你奇妙的大能。主啊，要特别将老院长献上阮的祈祷，今仔日你的信心甲伊三甲基地，互伊嘴里讲出来。拢是透过你遐来的话语，互每一位听到伊分享的人，拢会当得到快乐，得到喜乐甲平安。阮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伊用温柔的声叫我唔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阮变主爱做三打我满。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十架宝血替我性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
的生命，你有啥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听。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有你才做我一生的引传。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就是咱的拯救。有时咱看无咱头前的路，啊，毋过主耶稣永远带咱向前来。就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会同的，咱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做三角来学到咱的主。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听。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有你才做我一生的引传。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到头前的路途。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听。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有你才做我一生的引传。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有你才做我一生的引传。主耶稣就是咱的一切。虽然有时虽然可能你阁唔捌认捌耶稣，毋过耶稣甲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喙内信任，咱就来得到主耶稣上帝的听伫咱的当中。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意志，若嘴内信任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嘴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意志，若嘴内信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楚意志，若嘴内信任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楚意志，若嘴内信任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因为人的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楚伊。若要
免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是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是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是你的，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清做伊，囡仔嘴来是你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哈利路亚！将一切将荣耀归予咱的主。稳定是要白白予咱。所以，咱就真做一家人，伫主内底，咱有喜乐，有平安，甲咱时常伫地。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更名，因为耶稣让有个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福命，欢喜给人的主行，因为耶稣丰盛山野做事定，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望出海，因为耶稣彼此温主三款待。有时欢喜当欣喜，有时苦痛当相比，有时耶稣三角艰苦三甘甜。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望出海，因为耶稣彼此温主三款待。有时欢喜当欣喜，有时苦痛当相比，因为耶稣脚脚艰苦三甘甜。因为耶稣做神，因为耶稣的更名，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
万名，欢喜家人天出听，因为耶稣丰盛山野出事定，因为耶稣丰盛山野出事定。哈利路亚，感谢我主。这是咱的人生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伤真快乐，那时叫我一时。满心平安真得意，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天标准通帮你，主的快乐。永远当的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他也可通的快乐。地主福音入我心，嘴袂禁着一声音，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天条主唔通帮你，主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暗山谷，那对耶稣的脚步，会伫主甲咱带路。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天条主通帮你，主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大慈悲听堂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大降节第4主日。也是阮要迎接主耶稣降生进前的主日，阮欢喜兄弟姊妹用感恩的心来组织，因为阮知主耶稣的救恩要临到所有仰望伊的人。阮也伫即日，阮做伙通过福音主日，会当通过老院长分享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带领甲宝贵的话。用这个生命的转变，来让阮看见主耶稣的救恩，真正是活活出现，也是实现伫阮众人的中间。主啊，阮伫这个社会中间有最的追求，总是若失去主的救恩，就阮伫世间的一切拢是有限。爸上帝，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阮的服侍，拢会当归荣光伫你。也愿众人拢白白地着造就，也愿主保守，阮伫即个天气变寒的中间，愿所有的百姓，逐个人心神肉体拢得到你的固守，得到平安。伫即疫情还未完全消除的时，阮逐人拢有好的方便，逐个人会能平安度过即个年。感谢主，互阮今仔日的聚会，逐个人对无共款的角度，拢得到美好的学习。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也安尼同心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
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享受上帝的话，咱今仔要看的圣经节有两位，第一位是路加福音18章13节，上帝啊，任命我这个有罪的人。第二位的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到21节。伫大经书内，毋定有金，阁有银，嘛有沙，阁有灰仔的器具，有的做油的，有的做锁的路用。人若洁净家己，离开即个所属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圣化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逐项的好事。现时咱声圣乐队，今仔日要献的题目是耶稣降生，为爱降生。现时说咱要请咱的新老的老院长。为咱来分享伊生命的见证。我声做伙来感谢上帝俄罗斯。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搞早平安。咱今仔日是咱的这个抬杠节第4主日吼，有个教会今仔日就咧庆祝圣诞节啦吼。
咱这2年因为讲圣诞节25号吼，较晚后礼拜吼，较接近后礼拜礼拜日26，所以咱圣诞节赞美礼拜放伫后礼拜。拄好今仔日吼，嘛是算圣诞的节期第4主日，咱邀请咱嘛是咱教会家己的会友啦吼，不过伊今仔日伊是讲员来宾吼，就是咱的刘启古院长。伊伫咱遮聚会足侪冬啊吼，咱甲咱有真好的互相斗阵。但是呢，伊平常时做会友若定，今仔日伊要做讲员，是因为伫过去咱听见刘院长伊真水真好的即个生命的见证。第一个，伊是伊本身毋是咱台湾出世的，是伫马来西亚。伊诚做侨生来到咱台湾，伫遮来学习读册，慢慢伫咱台湾来成家立业吼，来建立伊的家庭，也伫咱身后边做真水的服侍。所以伊会当伫咱台湾第1间的西医的病院来做院长，是因为上帝恩典伫伊的身上，互领导这间病院来服务台湾、服务台南这个社会。咱事实吼，听到伊遮水的见证，本来就咧安排啦吼，本来年初吼就讲来安排一个，无拍算，当安排袂好，就咱的疫情就来吼。咱就甲刘院长讲袂要紧，咱家己的人哦，随时拢有机会吼。感谢主呢，今仔日呢，大概咱也无受疫情的影响啦吼，大家拢会当坐做伙，这才是足难得的机会。因为我有甲刘院长讲吼，伊的见证吼。因为2场拢要共款，所以呢时间无啥够，所以呢，咱敢若头前的吟诗读经，剩的就伊的时间吼。牧师嘛无爱耽误太久，咱来听看伊到底安怎对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今日诚做咱台南这个所在新老病院的院长，伊的生命经历甲心路历程，所以咱甲时间就来交互刘院长，咱拍扑克来欢迎伊来。大家平安。习惯用手拿的麦克风了哈。今天非常感谢神有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刚刚牧师已经跟大家介绍，这么平凡的一个侨生能够今天站在这里讲台上面跟大家分享，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好，这是神的恩典。那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在讲台下面。非常羡慕一个人，那就是我爸爸，一个没有念书的父亲，可以站在讲台上面来用他的生命跟大家分享，而且引导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信主。他用他的浪子回头的故事，然后在讲台上面带了好多人。这边很高兴看到好多我们的新楼同工，大家一起来平安。我相信他们。今天他们在，我相信就是给我很大的力量，让我能够，坐下面跟在上面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尤其是，等一下再讲，哇，这么高规格的来欢迎我，我就觉得有一点开始有点紧张了，但是感谢神，今天让我站在这里之后，刚刚提到说我爸爸在讲台上面那么样有能力来带领我们的。来带领好多人信主。那我当小孩，因为他的题目就是可怜我，可怜我。他用这个可怜我，可怜我这个题目会带领好多人来信主。这个可以放旁边也可以，等下牧师要用一些东西。那我今天也一样用同样的题目，可怜我，可怜我。希望能够带领一些人有一句话，可能会感动你。像很高兴看到郑光泽先生也到当中，我相信这是神一个带领，因为一个侨生在这里，因为院长的职分带领一些人，对我有兴趣，来到教堂里面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今天我在这里看到这么高规格的，我想觉得有一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荣耀。
因为除了写可怜我之外，我看到上面写一个字，写名人讲座。看看张贝龙赖上去说名人讲座呢，我说，忽然间想说，这么平凡的人怎么变成名人？名人一般都是不是政治上面或者在很多成就上面有，我变成名人，告诉你，我就是名人，对不对？因为我是新楼医院是西医里面第一家医院 No.1， 连阿扁总统说 No.1 医院 ，No.1 医院当院长不是名人，谁是名人啊？好，我想我们把这个荣耀归于神，那我回头再看看我到底是谁。那刚刚牧师刚刚帮我介绍说，我是从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沙劳越，假如历史知道的话，东马来西亚沙劳越在哪里？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东马来西亚也就是在1个月以前，同样有一个名人在这里站着。假如说你们有在富祥教会的话，他叫做艾诚，艾诚也是在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他是在古晋，是我们的首府。他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那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假设那个地方是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来的地方更鸟不生蛋的地方，因为我在诗屋，刚刚看到诗屋是离开古晋500里，在比较深山里面，在比较靠近河域里面，这个地方就是诗屋。诗屋是沿着喇烂江河畔所建造一个城市，小的城市，这是我离开时候拍到的。我今天回去的时候，这个地方还在，没变多少，但是只是多了一些高楼大厦，那就是诗屋。我从那边住，那让大家了解说，诗屋就是在喇烂江河，那是在东南亚最长一个河流，350里，那变成 kilometer 再乘一下。那个地方养育了3大民族：华人、马来人以及原住民。那个就是我们的一帮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住的比较上游一点，但是慢慢的迁移，已经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在的时候，马来人一帮人，大家很和谐的住在一起，这个就是一帮人。有机会我很想带新楼医院的同工到这里做义诊，不要再去印度这边就可以来了。他在深山里面过的生活比较辛苦，那他们住的地方就是长屋，长屋是一起群聚在一起住，就是住50家到60家、70家、80家，所以COVID-19一到马来西亚，我们很难控制，因为呢生活在一起。没办法居家就完了，一进去是整个长屋都感染，因为他们可以过得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今天就回头再讲我的人生是什么。那这个标题在新楼人应该很清楚，在1个月以前，我们的尤院长、嘉基尤院长就是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今天也开始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那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孩子能够站在这讲台上面，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恩典，上帝给的恩典跟大家都分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会唱歌、会跳舞，但是神只是借用我的口，把我的生命跟大家都分享。相信神在当中自己做工。因为今天来的好多朋友，可能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可能他们好久没有回到教会当中，希望有一句话神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到神的家。我想这样简单祷告，奉主耶稣名求的，阿们。那讲到这个，我们的人生到底是蓝图还是拼图？那尤院长给我们这个讯息说，人生有规划的人生，那就是蓝图。你自己有规划的人生，那就是蓝图。那蓝图的意思是说，我的未来是由我自己来决定。我有规划。我想大家很常会听到说，或者有些人说，我从小就开始说我要准备当总统，有没有？就当中他很努力说我要当总统。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许信良先生嘛。
他一生就是要想要当总统。那有些人说我要当医师，那是父母亲帮他准备好，不停的教他念书等等，他一生要想当医生或者老师或者好多工作。1个月前，不是在这里讲台上面有一位神给他最大的恩典，他从小6岁就可以弹钢琴，有没有？那神给他恩典，6岁听到曲目就可以弹。那个人是艾辰，他从小说我要当一个音乐家，有没有？可是他希望用他自己的能力做一个音乐家，最后好像是有成，可是过程一定是非常波折。那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想要做音乐家，是不是神带领他不知道，可是只要是自己人生自己来规划的，那你一定会生命一定非常精彩啦，波浪。那拼图呢？拼图感觉就是说我走一步算一步，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反正我没有什么胸无大志，我就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好像不负责任，哪里有这样子一天过一天？其实不是，我是觉得拼图其实是按照一个蓝图来走的，你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因为有一个蓝图在当中，那就是神为你规划的一生。那个蓝图不是你自己，但是这个蓝图是神对你的人生的规划。所以我们这一步一脚印往前走，不是很好吗？你不需要自己往前，但是神好像提了一个灯在前面来带领你。你的人生的每一步都是神带着你，你前面那一步他已经造好了，你踩过去跟那个图一样，你不会跌倒，你知道你下一步走到哪里，可是你不知道整体是什么样，但是没有关系。黑暗的地方你不去，那你不是顺着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是神所带领你的，我相信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决定是不是在于你，在于你，因为你是认为神就是你的主，你把主权交给他，你把主权交给他，你一定要顺服，那神就一路带你走，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那这主权交给他，你的生命他就会带领，这就是脚前的灯。我想这个圣经话大家会记得，前面的那一步就是脚前灯。那回头就看我自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我就觉得神有介入在当中，因为我就是拼图，我没有胸无大志，我前面走一步，几乎是神自己带领。不止我们的人生的恩典之路是神他亲自带领。其实我整个家族，这一步一步就是神自己带领。我感谢神，我相信我的家乡现在他们也是 online 来看这个，应该是 online 嘛我想。在师父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弟弟，在这边为神做见证。感谢神。那我们人生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有人，我们这个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但是我相信，有人先为我们付上代价，有一个人先为我们付上代价，那就是我妈妈。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杨创洲主任也在现场，因为我上次在幸福小组里面说，我下一集就是我讲我妈妈，所以感谢你一起来。那她就是带领我们来到神的家庭里面来。讲到我妈妈，她很小就没有人，失去了我的外祖母，我太太在这里。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章之前，我不知道我口中所讲的外婆，那不是我妈的亲妈妈。好笑不好笑？我活这么久，我口中所叫的外婆，那不是我亲妈妈的亲妈妈。我妈妈3岁4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她母亲。那我外公是木匠，没有办法带一个小孩子在身边工作，所以他把他放在孤儿所。那孤儿所是上帝特别为他安排的，是天主教的孤儿所。那从那个时候他就接触到圣经的话，那个时候就圣经的话在他心里就是种下了这个种子。但是小孩子没有办法适应那个孤儿院，所以他外公又把他带到身边。带到身边的时候就
帮他娶了后娘来照顾他。大家也知道后母，他从那个时候生活就比较精彩了。他没有跟我分享，就是我在准备做讲章的时候说，我口中所叫的外婆对妈妈特别恩待，特别照顾，什么事情都是她做，什么小孩都是她做，所以我妈妈就这样子过了她的那一生。那她嫁到我爸爸，就刚刚讲到，从另外一个城市嫁到了我们的市屋来。她生了好多小孩子，我是第9个。所以感谢神，因为她嫁到我们家附近就是有教会。她因为前面的小孩子的神的话已经在她心中，她知道，所以她就信了基督教。那信了基督教之后，她非常虔诚。那刚刚提到说生9个小孩，生1个就带1个进教会，生2个就带1双，生4个就带2双。那生9个，当然9个都带进来了，一个带到教会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少了1个人嘛？有没有？是谁？爸爸嘛。不错，大家有在听我在讲。我弄了好多梗在这当中。真的，我爸爸没有信主，因为他有他的想法，因为他的生活背景跟一般人不一样，然后生命的改变也跟大家不一样。那我爸爸是码头工人，就靠他的劳力来养活我们一家人。刚刚提到我们家有9个人，都是靠他一个养啊，很辛苦啊，都是靠他的一包一包的米砍到，从码头，刚刚看到码头砍到商店里面，这样子养活我们一家人。他一条红毛巾养活我们一家，辛苦。那讲到我爸，他是从中国福建，我们是福州人，中国福建闽清这个比较乡下的地方来到当中。他也是3岁没有爸爸，5岁没有妈妈，这个孤儿。那谁带的？就是他堂轩堂嫂把他带大了。他大哥来南洋打拼，一去都没有消息了。他的大姐嫁了。他的小弟卖掉了，那整个家族剩他一个，以这么年轻的生命在里面波折，生重病快要死了，他活起来。那他当兵，全军覆没，那怎么还剩下他一个？因为他躲在死人堆里面跑来，这样子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波折。那他大姐知道说，这个唯一的弟弟，因为他的大哥去南洋之后没有讯息，那剩他一个弟弟，再留中国应该也不会也可能命也不了了，所以把他卖了地，把他送到南洋来。南洋来没有念书，那他最大的本钱是什么？体力嘛，所以他从做劳工做起，所以他做码头工人。做码头工人的时候，他觉得他晚年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很有他晚年的时候说他很有正义感。那他在做码头工人的时候，一定是争地盘，他也聚集了一些好朋友，成立一个公司，几个人来包货船，货船一到，有他们这一群人把他送到商家去。那这当中一定是靠实力来争取他们的利益。所以爸爸觉得他很有正义感，因为他当过兵，所以打架一流，出头天就是他，所以用这种方式在那个地方，他过了他有一定的实力。那马远征故事大家知道吧？我小时候有看马远征，是争地盘，那很有正义感。我是觉得，假设他没有信主，搞不好今天跟马远征在横死怎么样？或者我是黑帮老大的小孩，所以我就是爸爸。他在那个地方，当然在基层中活出来，抽烟会，喝酒会，赌钱会，打架会，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很有名的啦。那我妈妈怎么办？前面打架，后面他就是要跟人家赔不是，赔不是。
这是我的爸。那在马来西亚，除了那10个地方，马来西亚应该就是比较苦的地方，都是靠劳力来。那这个就塑胶，那塑胶的意思是说，它有时候割了它的汁会出来，然后把它变成凝固，那最后看到说来做一个原料卖到国外去。那塑胶就是你要很早就是要割，不然那个汁就会凝固。所以在太阳出来之前，一定要把它收成。那谁去做？那都是，我没有了。我哥哥姐姐他们就很早上课之前把它做，然后在小学的比较大一点的就把它收起来，其他人在念中学。那这些东西都是添一些家用，那多多少少应该呢就是拿去卖。那当然我们家里有养一些鸡养这种鸭，我妈妈也会饲养一些猪。那猪养大了，我爸爸就拿去卖嘛。卖完之后，通常卖完之后没有马上回来，有时候是3天3夜才回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赌钱了嘛。赌钱通常就是说希望能够让家庭过得更好，他是好意，但是通常回来的时候就2手空空。那这当中，我爸晚年的时候跟我分享这一段，他说回来的时候。当然，小孩子，我哥哥现在所以我准备这个都会跟我大哥他们就聊当中，因为说真的，我过得太幸福了，我都不知道这些历史。到了50几岁、60几岁，才慢慢知道我家族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神，我哥哥他们就很聪明，看到我爸爸的脸色回来就知道了，闪边。那我妈妈也让他爸爸就睡觉，睡起来之后已经准备好他喜欢吃的东西，从来没有跟他问东问西。我爸说。没问更难过，没问更难过，所以这个就是我爸爸的故事。我想我前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刚刚提到说，几个小孩子都已经进入了家庭，进入了教会，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妈没有对我爸放弃。都让他为他祷告。这张刚刚可以看，1年可以，2年也可以，5年过了，好像他没有什么改变，10年、15年都过了。那请问大家，过了15年，你还会继续为你的家人来祷告吗？我妈继续祷告，祷告到18年，我爸终于受洗了。受洗，生命就改变了吗？没有哈，对，有答案了。受洗不代表你生命就会改变。的确，我爸生命没有改变，烟就抽，酒就喝，赌就玩，脾气没有改变。那总是他有坐在那边做礼拜，那就神自己做工嘛，比没有做礼拜。所以说做礼拜是有个机会，但是做礼拜也因为他是劳工，礼拜天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机让他休息，对不对？但没有办法。我妈说：“我们礼拜天做礼拜是下午2点，那是最想睡觉的时候，那我爸说你先走了，我等一下就来。第一次没来，第2次没来，我妈就很聪明，把他放在他最爱的一个。”儿子就是老三，可能今天在我路上面，老三我妈就很聪明，把老三交给他，因为老三很聪明，老三又喜欢哭，拍谁喜欢哭多了就生病，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哭就生病。那我爸爸最疼他，那当然舍不得他哭。我哥知道我妈妈的意思，时间到了就叫他去做礼拜，他不要，他就哭，一哭就带到教堂去，坐在后排。但没有关系，人来心不来没有关系，那是神自己工作，神就会让他。所以有一天，神工作在他身上了。在讲这个之前，就是这章。他说：“孩子，爸爸这一生要跟你讲一件事。他活在绝望当中，假设没有遇到神，你跳不出来。”因为他一生当中碰到2件事，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很多事情就是早知道我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了，
找不到我就不要去赌博了，早知道我就不要出门了，不会碰到这个，早知道我就不要嫁给这个人了，早知道通常就已经做了，而且已经后悔了，他都知道。他说常常挂在这个口中里面的早知道，比另外一句更严重，明明知道。他明明知道他不该再去赌钱，一个赌钱把家里养的鸡鸭赚的钱通通输光光了，而且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明明知道他不能脾气这么大打人，后面后果怎么办？明明知道，而且我们现在不是明明知道好多事情，你不能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好，现在新闻一件一件爆出来，有外遇的事，明明知道我不要了，但是后部就来做，控制不了。明明知道我们这个上社群网站不要，可是很自然的脚要过去，明明知道，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他说最悲哀的事情。他也知道抽烟不好，明明知道，可是他就做不到，放不掉，改不了。离不开，做不到，就是在你们循环当中一直在循环。那有一天也是做下面的做礼拜，牧师给一个讯息，他说我们身上有一堆鬼啊，刚刚讲的赌鬼、烂鬼，什么鬼都有，跟那个许冠杰唱的那个鬼什么喊杀鬼啊，一堆鬼，他就是改不了。讲起来好像就讲他，每讲一句话，他就好像对他讲，但是你要不要离开这些鬼？那唯一就是信靠神。我听起来都很激动，说我一定要改。可是他一回教会，一回去坐下家里，然后小孩子刚刚说老三在身边，很自然的烟就拿出来了，就开始点了。我聪明的老三，在他脸上就羞脸。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子做，你会不会有感动？他说我一定要改，不是靠嘴巴讲改了，因为圣经节上面有说，凡事都可行，都不一定有益处啊。你今天在抽烟，一口抽，你儿子在旁边吸进去，你对他有什么益处吗？你有没有造就他吗？从那句话开始，他就说我要戒烟了。这就戒烟，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说他很早就说戒烟很简单呐。后面戒烟的好朋友们，戒烟很简单，他已经戒了100多次了，对不对？很简单啊，一次两次，他已经100多次了。那这一次他做到了，因为神的话他说很有力量，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唯一基督教是讲的是真理，因为真理里面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当他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要改，一改成功了。从那个开始，他就不要抽烟了。他不仅要这样子，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赌钱我不要了，真的不要了。喝酒我不要了，他不要了。他脾气改变，真的改变。所以在我印象中，他是好爸爸。所以我不相信他不好，因为我记忆当中之后，他就是新造的人了。阿们吗？所以我过得非常幸福，就是说，连我太太应该看到我爸爸应该是蛮慈善的。他从那个开始，他变了另外一个人。当他变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影响他周遭的人了。这么坏的人怎么会变啊？这么坏的人怎么可能呢？所以他用他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带领好多人。好，我想牧师我们帮忙一下。这个就是我要开始跟大家讲。可怜我，因为他知道，他想要做，他做不到。明明知道他要改变，他改变不了。他觉得很可怜，唯有信靠神，这才有办法。所以他在各个地方在讲道的时候，用他自己所编的一首歌来带领。这个，我等一下要模仿他，在他讲的再有力的时候，这首歌就出来了。这是他编的。我用我的福州话，你们用你的台语，有些人用华语，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好，我唱一两次，大家来跟唱。这是短歌，很简单，就是歌词在这里。
可怜我，可怜我，求主赦免，可怜我。我们用台语好不好？可怜我，可怜我，求主赦免，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求主赦免，可怜我。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好多事情，明明知道，你就是走不出来，唯一你要向神祷告赦免。除了这赦免当中，我们才有办法。人没办法靠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唯一他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谦卑的向主来祈求，他来可怜你，你的人生才会改变。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多人，你想做可能做不到。所以今天有个机会来到富强教会，那神特别为你们安排，因为我有一句话可能会感动你，你放下你自己，你也知道你自己很困难，但是你唯靠这个真主，他能够带领你、可怜你，一定要放下谦卑的心。你说我什么都知道，我自己可以做，绝对做不到。能做到的时候，不可能。世界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向神祈求。好，那就是可怜我。那我刚刚提到说，他人生的改变，浪子回头，他整个生命改变了，周遭的人知道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当他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有兴趣。为什么不一样？刚刚提到说，他愿意站出来，在各个讲台上面来把福音带给他，也吸引了非常的多人。一个念3年书都没念的人，圣经可以看得懂。大家看一看，你们圣经看了几遍？里面讲什么意思？你懂吗？他可以知道，他可以用他的语言跟大家来解释，来感动了好多人。他所以用现在的话就接地气，愿大家讲接地气的话，让大家感动。他怎么变，你也可以怎么变。所以他讲到非常有能力，也带领了好多人来信主。那信主是这么简单吗？当他在各地去传扬神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有碰到一些障碍，因为他像我今天在讲台当中，在马来西亚那个年代当中，就是在独立跟不独立，共产党的主义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根，好多年轻人都走到地下化来做革命，跑到森林里面组武装部队，所以这些年轻人，像你这样年轻人，很有激动就来，一个个就去。我堂哥也差点进去了，被我爸爸抓回来。所以我爸爸在讲大当中就会提醒大家要孝敬父母，因为你还年轻还不知道，等你长大之后你再做决定可以。所以他在讲台上面跟好多青年人在做勉励。他离开教会祈祷，他才回去的时候，中间就被人拦截了，被带走了，被绑架了。我们的乡下里面把他带到树林里面去的时候，森林里面去了，没有人可以救到他，被他绑了。他说：“你在教会里面讲什么话？我们爱国，我们共产党就爱国嘛，哈，爱国、爱民族，又救马来西亚。你这样子，我还有谁可以来？年轻人谁还会受感动来做这个工作？就被绑的，好，不晓得有没有打。”他说：“你就是被，那代表说很有可能，没有人会经过那个地方的。他们留下一句话：你既然那么信靠神，天使会来救你。你信你的耶稣啊，耶稣会派天使来啊。那就时间过了，真的天使会来吗？大家想，天使会来吗？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天使真的来了，你们想要听吗？要不要？要哈！真的天使来了，你只要相信，神就会派天使来。那天使告诉他说：“你以后上台就不要再说这些话了哈。”哦，那年轻人就不要劝他了。那些天使，那就把我爸爸放了。你知道那天使是谁吗？就是刚刚绑他那一群的青年人又回来，把他放走了。
唯一交代的，就我刚刚讲的，以后上台你可以讲神，不要再说来参加我们这个地下组织了。我也感谢神，我想他也会碰到这些东西，碰到一些障碍。那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传福音就是传给一些没有听到这个神的福音的人，因为你台湾也说，我们台湾现在不是没有信主的95%，也就是说95%的人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没有听到神的话。在你职场上面，可能在新罗院还好一点，在教会业里面，但是很多地方你职场里面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甚至在新罗院有些单位也没有听到神福音，因为你的领导者没有跟他讲神的话。那我爸就觉得这个福音一定要传出去，因为很多人需要。那教会我们不说两两一对吗？他不止两两一对，是有一个福音团队一起去，福音团队一起去。那他没有念书，就会有人帮他写字。我刚刚模仿的就是我哥哥拿的《基督精兵》，写得很漂亮。45年前、50年前就已经有 PPT 了，就是这个上台就是用这种方案，有没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他就是这样子，有人为他写，因为这个老师字写很漂亮，就是有人像我今天做 PPT 不是我做的，我们的同事帮我做的，因为神使用每一个人，这是个团队。那团队当中，他用他去偏乡去走遍各地各乡来传扬神的福音。跟宣教师一样，靠的是脚力。大家没有交通，就是顶多脚踏车。脚踏车不是柏油路，是在所谓的泥土的路，这个要靠很大的脚劲，有时候又有坡山坡，那很困难。他有时候推到脚踏车到处来宣扬神的福音。感谢神，好多人因他而信主。那我刚刚提到说，在河很多小城市都是在河旁边，脚踏车到不了地方，那一定要靠水路。感谢神，有没有看到有人就是把他的船贡献出来？礼拜天由我爸爸来使用，礼拜天有爸爸就坐这个船去到处宣扬神的福音。也因为这样子带了好多人来信主。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就会说，有些牧者说啊，你是可怜我的儿子，我的错名以后叫我可怜我的小孩，因为我爸爸就可怜我，因为去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年轻人小孩子看到他就是说可怜我来了，所以我爸爸就可怜我，所以我的家人的我兄弟姐妹都是可怜我的小孩，所以他到处去传扬神的福音，因为神给他很大的力量。那这个苏左阳布道会，假如有年长的人应该会知道，就香港。那他在我们那边做布道会的时候，看到我爸爸，他说一定要跟他拍，就是他本来要把他红毛巾拿起来，他说不要，我就是要这个样子，那是爸。那信主之后有一句话，大家说是不是就可以过得幸福快乐日子啊？有些人说你在信主之前，我不想进入，都是很悲惨故事，有没有？你要信主，非信不是。信主之前的你要让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通常都经历过非常痛苦的，像艾辰那种经历，大家应该想的都不敢想了。今天我本来请一支医师来，他说要信主，他说不要，因为看你们信主都是先经历过困难再信主，那个经历他不想要。我想这是好多好朋友在这边还没信主的，就是说你们信主好像都是做见证，今天做见证。就是一个恩典的见证，不需要经历那个，你也可以得救，好不好？杨教授，我的同事了。那就是说，很多人都信主之前，都要经历过像艾辰一样，才信主做见证。的确，在讲台上面所做见证，几乎都是这样。父权教会也是一样，请的都是这些。今天很难得，某叔有智慧，邀请我来在这恩典之路，不需要经历过那个，因为我妈为我受苦了。一人信主，全家蒙福，所以要从你开始，你的子子孙孙蒙福。我们要做的是这一点。所以刚刚提到说，你信主之后就可以过得幸福快乐日子吗？好像没有了，桂香可以做见证了。
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不是说信主之后你就过得风平浪静，可是心里有平安。可是他后面一句话说：“我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你信主之后不会过得幸福快乐日子，可能也会天色常蓝，也有。假如有的话，大家举个手好不好？你的信主之后，你的天色常蓝啊都没有啊，都没有啊，有哈，感谢神，感谢神，有天色常蓝还是有，我就是其中之一。那神把我安排这么好的父亲母亲信主之后，我的天色常蓝是有。假设我们可以，我们家信主之后，家庭没有改变啊，也是有一顿没一顿啊，但是心里比较平安。我老是这个是我那是我们的家唯一一张可以看到我以前住的家，下面就是一些牧草所做的那个叫什么屋顶，借贷常常有。我老四是说，我老三把我爸爸带进，可是他是常常去借，煮饭的时候没盐没米都是他去借。我们邻居都很好，都可以借给，可是他会告诉我哥哥说，我就最近也是听到说，他说叫你爸爸不要赚的钱都交给教会啦，留一些买米啦。感谢神，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家就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家后面写的夜夜笙歌，不是做皇帝的生活，灯火通明。我们邻居有自己发电，就把我们家很早就有电灯呢，乡下本来没有，我们家比较富有，他牵电线，一条电线就让我们家都有光明了，所以我很早就有，这个灯也是有。所以说，他晚上我们最高兴一件事情，晚上就是做家庭礼拜，唱诗歌，念圣经，小孩子不懂也念一小段，就一点小见证，每个晚上都这样子。你也知道乡下，我会速度快，乡下夜静的时候，歌声传出去，真的太美妙了。当我们唱完诗歌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很平静，熄灯睡觉。他们也知道，每天他们受到我们的，现在是噪音啊，可能会被告，可是那时候很和谐，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我们这一家要熄灯号睡觉的时候了。感谢神，这是我印象中最好的一刻。那就是我们家里人6个兄弟，现在都长大了，那就是我爸爸，他刚刚讲的，他会做好多歌曲。自己来做，我们这边诗班里面很多都是音乐家。等一下我听听，他有一首歌，也是他做的，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清早起来，满心赞美主，夜保我平安。东方太阳红，头上天色蓝，财木良赏，落水喜欢。不论海洋，不论岸上，耶稣同在，方全平安。他是用福州话来唱的，这是我得到最真传，他真传的是我姐姐啦。我们听听我姐姐的歌声。清早起来，满心赞美主，一夜傍为平安。东方太阳红，头上天色蓝，财木良弦，落水喜欢。无论海洋，无论夜夜。耶稣同在，完全平安。后面还有 red 的嘞，我讲真的很了不起，这是我爸的一生，他在今生也得百倍，来生得永生。那我们的家族就因为他的关系，大家都很幸福。那这是他死之后，我为了做一个专辑。那牧师把他提一个平凡中的不平凡，是一个平凡的人，让神所使用，也可以做一些很不平凡的工作。那你没看看可怜我，那就是他的传记，他的外号叫可怜我。那我们的家里的恩典之路不是在这里就止了，我们后面就讲我的恩典之路，因为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那是。都在你的保护，我想这是恩典。那我妈妈，你看笑得非常高兴。我爸爸穿得很体面，
手上拿的，哎，我说你那个借我一下，你包包。蛮旧了哈，哎，这个就是礼拜天，我爸爸要去传道的时候，里面放的都是这些东西。他穿那么漂亮，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穿这么漂亮，又上台讲道，我像不像他？哦，所以我妈妈笑得最高兴的时候，就是他礼拜天，他愿意走出来，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感动人家，就是这个，所以那个包包我们找不到了，有点可惜。哦，那个就是。再来，我们来听听我一些故事。这个就是到底是拼图还是蓝图？那我记得我在43年前，我离开东马，来到台湾念书。那时候我21岁。我爸、我妈在我们离开那一天，突然一出去，大概就是5年才能够回家了，因为没有办法有经费。这一出去，他在我那个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把我叫到身边来，哦，我叫阿叻，最小的。他说：“父母亲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你是去台湾，我已经把你交托一个人了。”哇，我想到，哦，原来他在台湾还有朋友啊。哦，他说：“你从这个开始，你的一生一世要紧紧抱着这个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阿们吗？他就把我交代给上帝，他说：“你这从今天开始，你一生一世就紧紧的抱住他。”我想这句话就影响我的一生，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亲人，我来没有。好，后来很感谢神，后来我认识我太太。哎，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哦，我太太大家起来看一下，没关系啊。哦，谢谢。我想他交代，可能交代给他了哈。那美丽显慧，对不对？只是有一点点，老师怎么讲呢？腼腆、内向、害羞而已啦。我想没有关系啦。哦，我想他把我带到身边，没有让我走岔路。我想就感谢神，把我安排这么好的太太。那带了小孩，现在都很在神的眷顾当中，都有好的职业。那我被神安排到新罗业，所以神说交代给上帝，他真的上帝来照顾我。我来台湾这样子，刚刚讲43年了，念完书之后，在受住院医师的训练的时候，5年换了5都，唯一桃园没去。台北、新北市、高雄、台中，就神把我带到新罗医来。这一来就30年，神把我放在他的身边，他说：“这个小孩子，我来眷顾你，来到我用我神所设的医院来照顾你。”这来就30当中，我受到很多人的训练栽培。我经历过5个院长，这个5院长都给我很好的机会，在我在技能上面有所学习。他们都教会我说，跟阿扁讲的，你是什么做什么，你做什么就像什么。所以在当中，在30年来，我在中间有辗转学习，再学习。因为我现在再回头看起来，神有想用你的时候，他先帮你铺路，这还不够。他也知道在信仰上面，我们告诉大家，55岁以前，我圣经没有看完，我是基督徒。我做了55年基督徒，那个张贝龙应该知道，圣经没有看完，看不下去啊，看不懂啊。可是神没有放弃我，他特别安排一个人呢，在外国人来找我，叫做大卫包森，今年刚去世。大家说，哎，这外国人没有啊？他在网络上面让我看到他，还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他？在他带领底下，我对圣经开始有兴趣，有一把钥匙一样把它开进去，说：“哦，原来神的话是如此。”从旧约圣经开始看新约，新约再看旧约，所以天天在寻找，在信仰上面开始有长进的。大家假如圣经没有看没有关系，现在课就来得及。我55年没有看完呢，
不会丢脸的。基督徒呢，可怜我的小孩呢，圣经没看完呢，我太太不知道啊。我们就是神自己来栽培，当这技能跟这个都已经完成的时候，神有他的时，要让我做一些不一样的。就算你那么平凡，刚刚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器皿是你要准备好，神如果使用你，他不看你的出身，他不看你的财富，他不看你怎么样，只要你有用心，神都可以使用你。那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工作让你做，你可以做不平凡的事。那神要在你身上，虽然你是这么平凡的人，神要用你，用我就是告诉我说要接新楼医院的院长。新楼的院长，记得这个是在2020 7月24，大家有没有印象？我说你看起来眼睛很，这个有印象嘛？哈，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为我祝福，为什么是7月24？因为8月2号是我就职，所有人同工你们都在这里为我祈祷，有吗？哈，感谢神。那在这1年当中，我等下跟大家报告神在我身上如何使用。7月24，还有退休牧者都在这里为我祷告。第二个礼拜8月2号，我在就职的时候，你们都来了，除了欢喜，但是神在我身上有很多的工作在做了。神要托付我，董事会等等都是把这个托付，所以神要托付我来治理这地，没错吧？我是被受托来这里这新楼业这里治地。其实他还有一句话很真，他叫我生养众多，遍满大地。不是叫我太太生很多，他觉得应该要把你们带到神的国里面来，就是你们，张贝龙就是你，阿们。因为他要我生养众多，你的工作不是只是单单治理这个新楼业，谁都可以啊，比我好的人太多了。但是他觉得我已经把你栽培好了，圣经也让你看啊，你应该要生养众多啊。郑管者也点头嘛，这是非常好。那我要怎么做呢？因为他说你今天得到这个皇后，这个新楼院的院长的位分，不是做这个机会吗？当牧师邀请我站在讲台上面，你们因为我关系进了教会，可能你一辈子没有进来过。今天神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依林，来，好，这个就是我的目的。那我今天在新楼院当新楼院30年的同工，因为我当院长，刚好今年又是马雅各100年去世，我要了解马雅各，我开始认真看马雅各的故事，我也认真了解宣教士做什么。他给我一句话：宣教医院是什么？就是领人归向基督。新楼人今天在这里，我们借着富强教会的场合，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的存在就是领人归向基督，这是我们宣教的医院。马雅各医师来就是做这件事，不是单单做医疗，乃是要做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传道，这是我们的 mission。医疗传道，在我接院长之前，我要做好的医疗传道交给我叔，对不对？各位是不是这样想？医疗不是脏。那杨创洲你得救了。医疗跟传道其实是一件事情。你做好你的医疗，100%做好医疗，你就100%才有办法宣扬神的福音。你有好的信仰，生活出来，你做医疗当中会感动好多人。马雅各医师又讲了另外一句话说，传福音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用到你的手术刀之后，你吃了他的药丸之后，这个时候传导神的福音是最好的一个时刻。希望新楼人你们要做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医疗传道。所以我慢慢把一个医疗 medical evangelism 把它变成 med evangelism， 变成一个字，二者合一，这就是医疗传道。另外一个句话，我最近有听到说，水饺店不卖水饺，有没有听过？什么都卖就不卖水饺。医疗传道的医院，宣教医院，什么都做，医疗什么都做，社福也做，什么都做了，据点也做了，就是不传道。
不是新楼宴我们要做的。或感谢神，在今年你们为我提名祷告，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新楼宴我们要重新再把医疗传道这2件事合而为一，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要做这个时候，宣扬神的福音有那么容易吗？当然要做个敬虔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新楼宴第一个就把我们25年前所的礼拜堂再做小小的整修。那在做礼拜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这个是神的地，神的家，我们的心就会带回来。那就是我每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做这边心里最沉静的时候。新楼宴这个是神的家，神的圣殿。再来，你要让神所用这个器皿，我们每一个都要自洁。在我们院长室，我们的主要干部，我不停的祷告说，让我们这群人让神使用，因为我们一定要自洁，没有自洁，这个器皿是脏的，神给你任何的祝福都没有用啊，丢进去就变脏了。所以我们院长室是第一个要做自洁，我们的业务部要自洁，我们的会群要自洁，因为他就是不仅是关怀师，他也是传道。要把神的福音带走，所以我们这群要做改变之后，才有办法影响别人。因为我们是做领袖，又给别人做榜样，所以你要合乎主所用。他任何个呢，我们要讲这个杯子要干净的时候，就是神好好使用的时候。从这个开始，领人归向基督的函件就起航了，对不对？领人函件去哪里？航向幸福，因为我们要领人一个一个进来，这个军舰重新要开始，在开始当中，有神有好多的丰盛在那里让我领取，有好多的恩典让我来索取。你要不要去那边拿？你要航向幸福，要让新楼有富强，当然免不了要富强教会，你说是不是？我们马上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幸福小组在微鹏，在美娟家，我们先开始带领了好多幸福的好朋友来索取。在我来说，在做这个时候，我真的是信心不足。可是神自己做工，第一次的幸福小组就有我们的富家的负责人信主了。来，跪下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吃吃喝喝也可以领人家信主，这是神自己做。你只要把人带到我身边来，其他事情交给我。记得，1年后，我们的义务秘书陈伟丽也信主了。12月5号，感谢神。那这些迷失的羊，一个个应该快要回来了。我把他带到富强来，希望富强的弟兄姐妹们协助我，打个电话请他来，好不好？好，我想谢谢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幸福学校启动幸福小组。那新楼宴，很多东西，我怎么假设没有信心？一定要仰望神，你要相信他，相信他，他要带你去哪里，你把他。我去年所做的任何都是以前觉得不可能的，我们都做了，因为我们相信神。神的后面有什么？相信后面有什么？十字架，有没有看到？他有十字架，你先相信他，你就会看见你所相信的。所以我们神在新楼宴做了好多事工，你有相信。那我们今天带领那么多人来在当中，我相信神有他的工作又在你们身上发挥。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因为你今天因为我的缘故来到富强教会，那是神有特别的意思在当中，不是我能够讲些什么，那是神借着我的位置邀请你来，你不好意思来，你来了就得到小杰欢迎你。这个可不好没有来过教会的，今天都来了，这是我们相信神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假如大家有印象，不知道有没有看10月24，我被阿扁邀到 BBH 5班省税，邀请我何德何能会被前总统邀请？因为我是新楼宴院长，怎么样？我就是因为新楼宴院长，他在网络上看到玛雅各的故事，他很想了解，很想有一个新楼宴的人来跟他讲这个，我就被邀请了。
当我被邀请的时候，这位总统非常认真，先来医院走一趟，跟我说事前做一些功课。当他功课的时候，他原来知道我是侨生，原来知道我是可能我的孩子也可以当新楼医院的院长。那不是神的奇迹，那是什么？我想这一切都荣耀归于神。今天阿扁说要叫我准备2首歌，你没有看他节目都是黄昏的什么了哈？高轩呐哈，我的母亲是谁？台湾呐。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带诗歌啊？总统说可以，感谢神。我可以不可以把新楼的愿歌带给你啊？他说可以。那是谁的做工？那是神的做工啊！阿扁他只有指定人家哪里，你可以指定他。我说我有耶和华祝福满满，他说可以。我把富强教会的会友，大家知道吧？李信仪姐妹的歌带到。李信仪姐妹有在现场吗？对的，富强教会，富强教会，不要忘了，我还有富强教会的会友写的词儿，那就叫许天贤牧师。就是我们新楼医院的愿歌，等一下我们一起用心来听这首歌。当他要我给他带这个时候，我们医院没有 MV 啊，我们就拜托，不知道有没有在现场一个年轻的帮我们说，神的感动他，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短短的2-3天时间做好了，阿扁又审核了，就在最好的广播节目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这个见证。很多人有阿扁总统那本书是《新楼情》，大家都有，由他来在现场来介绍，那不是神借助他的手来做神的工吗？我们为他祷告。等一下，我想这是我在1年来，不是我的这么平凡的人，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是神自己做的工。那今天。大家有看到这个新楼医院在高速公路津津来过，就是我们麻豆新楼医院，希望大家疼爱他，都为他祷告。那是不是我们灯光稍微暗一点，让大家欣赏？我最后结束是让大家用心来感受新楼医院的愿歌，里面有玛雅各的精神，里面有为什么我们要信仰神，为什么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当中，英国。来我们这里，当时要几百天才来到台湾，他目的何在？我们静下心来欣赏新楼院愿歌。我
用拍拍声来感谢新老朋友的义工吼，咱真欢喜，咱的老院长用一生的故事，是2、3代的故事，来互咱了解上帝的恩典的手，安怎带伊即个家庭。我想老院长的爸爸也是阿公迄代吼，会对福州刷去到马来西亚，拢是为着要打拼、要生活、要过日子。但上帝恩典的手引带即个家庭到马来西亚，过互老院长来到咱台湾。上帝恩典的手拢无离开，互伊伫咱台湾伫咱新老病院做真好的工。咱在座真侪咱新老病院的遮个同事遮个兄弟，今仔日毋是只干那来听咱的老院长讲精彩的生命故事啦是咧讲上帝安怎伫一个安尼卑微的家庭，特别是对爸爸迄款少年时代用血气咧拼性命，换变做是一个传福音、带人归主的人。这拢是上帝美好的恩典，因为背后有太太迄个无愿意放弃，安尼一年一年、一摆一摆的祈祷，上帝这个家庭做水的见证。咱做基督徒的，也毋是基督徒无一定逐个人的经历拢同款。但是迄个上帝的祝福甲恩典的手，当你决定讲主啊，我要倚靠你，迄个时阵，你的人生的拼图就交我上帝所以真欢迎咱今仔日所有遮个咱的社区的好朋友，也是咱新老病院会使的同事，通过老院长的见证甲故事。你是毋是伫你心中讲是？我一生在打拼，可能我有真好的目标，但是若我有上帝甲我带，会更较水，会更较好，心更较平安。愿主也祝福咱在座每一位，特别我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人通过这个来三甲得到学习。当下面我要招咱唱一条诗歌，来做一个祈祷咱唱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叫唱一遍，搁副歌，搁第唱，咱有同工会当举麦克来做伙唱做伙来唱。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欢乐变福气。伊的开伊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花，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路归声吟诗，互你的隆重三甲欢，伊的确引带，伊的确引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路开声吟诗，互天地丰足三甲喜，互天地隆重三甲欢喜。咱拍拍感谢主，谢谢。下面做一个代祷的时间听到老院长的见证心内真感动。一面咱也感觉咱台南这个所在，会当甲咱台湾第一间西医的病院新老病院做伙同工，因伫病院做医疗团队，咱伫地方来配合来带人归主，安尼算一个连贯所以咱即时。特别来为着老院长以及遮个主管，还有咱遮尔多新老病院，无论是伫市内，还是伫满岛，遮个员工，
才会做医疗各种方面的人才，求上帝福因。虽然无逐个人拢是伫教会啦，但是就是有即个医疗团队的心志。因为上帝无一定透过一个基督徒来传人归主呢，有时是透过无共款的人带来上帝的祝福。伫新老病院，检测你是咧做医疗的医生、做护士，也是做各种的管理行政。但是因为你有上帝的带领甲引带，你所帮助的病人，伊是要看见上帝，通过你的手来看见上帝。所以这时阵，咱为着咱的院长以及这的工作人员、做病院的同事来祈祷，求上帝赐福因稳定的手，引带因，互因所做的工来看见上帝的听、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医治。第二部分，咱为着咱台湾的疫情会当紧紧得到止煞来祈祷，互大家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也互咱台湾的经济、咱台湾的这个政治运作、咱台湾的百姓，大家人拢享受到主所赏赐的平安。咱的教会也有白听一下，这求主施乐医治。咱短短为了这个事，咱同心开声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你的圣神做工，是阮伫阮这个新老病院对老院长以及整同工所有的工作人员、主管这医疗人员的心上。主你赏赐因有你稳定的手引带，互因所做的每一条医疗，拢带来上帝你的祝福，上帝你的稳定，上帝你的医治，上帝你的透放伫的身上。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因去望到这个上帝稳定通过新老病院所做美好成功。主，愿求你保守台湾这个岛屿，会当伫稳定的下面，愿能紧紧行过这疫情的困扰，大家人得到真正的平安。主，愿求你也保守教会中去白听下这，求你施了你的医治甲透放。互阮让享受到上帝你所赏赐的健康，感谢阿罗你。亲爱的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通过老院长，伊将伊家庭生命的故事、翻转的故事、见证主的故事、引带人归主的故事，来到台湾，来真侪上帝你的采用的故事。主啊，阮对这领受到主你的手永远无放离开阮，主你的同在甲平安。要施落伫遐的温群祈祷、恳求上帝，倚靠主的兄弟姊妹身上。主今仔日有真侪阮新老病院的同事朋友，阮社区的朋友，求你共款将这款的恩典赏赐伫因的心中，圣神亲自做工，或者个故事，毋是只干那是一个安尼听了就过去的故事，是真真正正来改变阮的生命，赏赐阮天顶来的祝福。的一个开始，主求你将平安赏赐伫新老病院以及整同事的身上，也赏赐稳定伫阮正兄弟姊妹身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下面来交互咱的师会，咱有要做奉献吼。咱在座的朋友，若是你毋是基督徒，咱在收奉献，你无清楚，毋免献，袂要紧安尼吼。咱做伙来奉献。
邀请咱会众做伙起立来首和颜的诗歌。会众声者，报告大声，咱先看周报的后壁面，咱用台语来读咱本月的金句，来读一遍。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转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约翰福音3章16节。我来报告吼，咱下周的事务当中，咱家己看吼。咱现第4页，咱搁一面感谢咱老会长吼，今仔日伊现啊水的即个做生命的分享吼，咱搁一面用普法声来感谢。咱第2点，咱。今仔日是咱大港节第4主日，咱以灵修、祈祷来迎接咱的主的降生。第3点，这咱家己看吼。下主日是咱要举行圣诞的敬赞美礼拜，欢迎咱的会友啦吼，搁邀请咱的新的朋友踊跃来参加。搁第5点，咱卫生局。下主日也要来伫咱的教会来办流感疫苗的接种吼，咱若有需要的50岁以上拢会当啊吼，伫咱的大厅。搁咱第6点，咱的中部大道的即个事工开始咧报名。第7点，咱本会定伫12月31。礼拜5的暗时8点要举行咱教会2021年的年终祷告会。咱欢迎咱全体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有备心来参加。一年的当中，咱会当求伫明年，求主互咱叫更新咱的心思意念，互咱未来新的一年，佫会当重新来得到快乐。下面遮咱家己看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咱时间吼无讲拖介久啦吼，咱的时间吼院长来充分发挥吼。伊咧甲我讲，毋知超过时间讲袂啦，无问题吼。咱伊正常时间差不多10点半，牧师来做一个介绍吼，咱就要来做结束吼。咱今日有真侪新朋友来咱中间，特别吼，就是讲咱老院长伫新老病院的医疗同仁，遮兄弟有咱。副院长唐秀智医师，还有院牧就连声牧师，还有咱遮所有遮新楼的同事，我们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感应欢迎，来，感谢主哈，欢迎恁哈，欢迎恁，好，请坐，请坐。咱等下有迄个纪念，一个纪念礼物来送恁安尼吼。恁若礼拜煞无急吼。我们到楼下有一个咖啡厅，但是不盖大啦吼。如果能够留一下，坐一下再回去。咱还有第2场哦吼。虽然内容是同款，不过你若想要听一遍嘛，不要紧安尼吼。还有我们其他新朋友，我来做介绍。有一位是咱的郑光泽弟兄，郑光泽先生有没有在这边？好，先离开了哈。伊是咱老院长的朋友的款哈。伊有来参加，过来是咱的沈晨跟郭长佳夫妻，沈晨跟郭长佳，好来，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欢迎你，欢迎你来。是咱玉成的好朋友哈，玉成好朋友欢迎你。过来是咱的这个黄永仁、黄千雅跟潘汉章3位是樱花姐妹的朋友在哪边？
啊，在楼上哈啊，在这边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过来是夏忠胜哈，还是夏忠坚？夏忠坚牧师讲名啊？贤呐，贤呐，写唔对去，写唔对去哈，是的，是夏忠贤哈，夏忠贤啊弟兄啊，还有林淑慧有伫遮无？林淑夫妻，哎，欢迎你啊，是忠贤弟兄哈。还有一位是单丁红兄弟，单丁红兄弟伫遮无？丁红兄，哎，欢迎你，欢迎你哈，欢迎你，是咱詹春龙这的朋友哈。啊，咱搁一遍吼，真多谢咱的赵连生牧师甲牧师娘，也伫咱中间徛伫遮，咱更欢迎伊，好不好？好，谢谢。啊，真多谢啊，咱的院长吼，伊足客气啦吼。啊，咱中间吼有一个小小的即个新老病院的口罩，吼，咱能甲挂起来安尼吼，做咱一个纪念安尼。啊，咱时间的关系，牧师做两项报告就好。第一项就是讲。咱的这个卫生局吼，敲电话来讲啊，因去年捌伫咱遮办这个叫做这个流感疫苗的注射，因为咱今年大家拢在注意吼，注迄什么新冠疫苗咧吼，煞无咧注流感疫苗。流感疫苗逐年拢爱注啦吼，啊伊讲为着要保护咱这个寒天到啊吼，啊所以后礼拜伊要伫咱圣诞节的时间伫楼骹设一个注射站。啊，但是咱若有要参加，就50位以上的免费哦吼。啊，咱先登记一，咱请啊干事当间伫楼骹一张表互你，主要是签你的大名、生日，啊个应该是电话安尼，也是身份证字号的款，吼。啊，因安尼后礼拜伊就较会当照名单来甲你注射，除非讲你新冠疫苗打注7日以内毋通注啦吼。啊，超过1礼拜以上都会使注啊。啊嘛。老大人75岁以上，讲嘛要免费甲咱注迄个啊，一个即个叫做病毒吼，肺炎病毒的啊对，啊链球菌迄个疫苗吼，听讲若需要就爱开钱呢。啊，伊讲75岁以上也免费啦，所以大家毋免客气吼，招你的朋友来嘛袂要紧，但是伊要控制量数，啊赶紧来报名。啊，儿童吼，国小以下儿童嘛会使安尼吼。搁第二项就是咱后礼拜要举行圣诞的庆祝，啊，请大家吼安尼烧酒做伙来庆祝咱的主降生吼，主的生日安尼。啊，另外咱伫即个周报尾啊第二页有报告讲，咱各单位各小组所办的即个福音餐会大会。啊，虽然分散咱今年因为迄个疫情的关系无大型的庆祝，总是咱为着遮个小组祈祷福音，因为引带咱的好朋友 Best。来参加，互因心内得到上帝的福音啊！甲咱做安尼报告吼，好，用安尼报告。咱第二场是啊10:50开始吼，多谢。啊，最后咱邀请咱起来献咱最后的诗歌，献出咱请牧师为咱来祝祷。兄弟应更遍求你，也应主必宽待你。愿主兄弟常常看顾你，守使你平安。做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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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我们来默祷，来闭会。